大家歡迎收睇11點嘅風暴消息。1號戒備信號同埋酷熱天氣警告信號現正生效。最新風暴消息，根據現時預測，紅霞會在星期六7月25日早上與香港保持超過300公里距離。1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星期六嘅中午。受紅霞嘅外圍下沉氣流影響，星期六日間本港仍然酷熱，但可有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隨着紅霞增強及靠近廣東東部沿岸，星期六稍後本地風力會逐漸增強，間中有狂風驟雨。天文台會考慮在星期六下午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預料紅霞較大機會在星期日，即係7月26日初時於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，但與香港嘅距離及屆時其烈風區大小仍有不確定性。如果紅霞採取較為偏西路徑移動，與其相關的烈風區可能會影響本港部分沿岸地區。天文台會持續評估，在星期六晚較後時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嘅可能性。受紅霞影響，本港星期日風勢頗大，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可有湧浪。市民請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。睇下風暴路徑，而家紅霞大概喺香港700公里，差唔多700公里範圍。佢最接近香港嘅路徑差唔多係，其實應該係100公里左右啦，同2016年嘅海馬有啲似。再睇下呢個風暴概率路徑圖。天文台暫時預測聽日離岸同高地會吹7級風，即係應該有3號風球㗎啦。星期六同星期日都有機會，大嘅3號風球都有機會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先嚟到呢度，拜拜。